这后个月就是中秋啊，即马中华家觉咧是做这月饼来卖。顶个月开放预订，结果短4点钟内就卖出7万粒。家觉是表示讲，或者受刑人咧会当来做月饼，培养因的专长，就是为着互因未来有一个功夫通好趁食。烘炉拍开，一粒一粒金黄色的两针酥出炉，边仔工作台大家手嘛真无闲，在糯米粉包红豆芽加鸭两针，赶工咧做两针酥。搁一个月就是中秋节，中华家觉推出月饼礼盒，顶个月28开放注本，一日的时间就卖出7万粒。阮今年有比去年增加15000粒，拢总要卖10万粒。8月28开始开放订，第一天就订车7万粒啊。中华家觉表示，当初设立烘焙工作室，就是希望受刑人会当学到趁食功夫。有原本会晓做饼的同学来看教，有人是自头开始学起。即阵中华家觉替糖仔牌的月饼做出名声，嘛互受刑人增加不少自信心加成就感。我感觉袂歹，因为教因互我有一个成就感，包括讲因愈学，因的技术愈好。咱能帮助一寡同学因出去，佫有佫较好的就业机会。较有机会来这烘焙班，我较有看到正常的成绩来，会使免落厝的负担安尼。我去年有机会，我会参加教电师傅的技能训练，看有创业无安尼。除了烘焙班，中华家觉嘛设立长期教学员班、景观设计、电脑相关等等的技能训练课程，希望会当协助受刑人培养专长，提升未来出家的就业机会，顺利回归适应社会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